各位即將畢業嘅6年級同學，今日係你哋小學生涯無比重要嘅一日——小學畢業禮。喺過去6年當中，你哋由懵懵懂懂嘅小朋友，逐步茁壯成長。除咗不斷學習新知識同埋技能，仲建立咗良好嘅品德，認識咗身邊志同道合嘅朋友。到咗今日，更加能夠獨當一面，喺唔同嘅舞台上發光發亮。各位師長都為你哋嘅努力同埋成就，由衷感到自豪同埋欣慰。6年嘅時光轉眼即逝，你哋即將離開呢個熟悉而溫暖嘅校園，揭開人生新一頁，邁向新嘅挑戰。面對未知嘅未來，每個人都會感到惶惑，但請你哋記住，當你哋勇往直前而感到疲累嘅時候，只要回頭一望，你哋會發現家長、北校長、各位老師都會喺你哋背後默默咁支持你哋，為你哋打氣，做你哋最堅實嘅後盾。我哋要懷住感恩之德嘅心，向夢想前行。等我哋一齊感恩成長，築夢前行。送俾大家6年級同學畢業表演。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。畢業只係短暫嘅離別，希望你哋可以攜手前行，
為你哋嘅目標奮進，實現對自己嘅承諾。各位在場嘅嘉賓、校長、老師、家長請起立，我哋一齊陪伴6年級嘅畢業同學唱校歌，等畢業生懷住感恩嘅心，緬懷呢6年嘅時光，表達對母校嘅愛。請6A 盧俊熙同學司琴。多謝畢業同學嘅表演，請到台下就座。請各位就座。DJ14成全儀式。6年級嘅同學即將畢業，每年學校都會安排一個成全儀式，由6年級嘅師兄師姐將保良精神傳俾5年級嘅師弟師妹，寓意薪火相傳。成語薪火相傳出自原句：子窮於為薪，火傳也，不知其進也。意思係指木柴雖然燒盡，但係火種仍然流傳，比喻學問、技藝和精神代代流傳，生生不息。今日我哋好榮幸可以請到雷洪德博士、黃展豪副處長、蔡朝喜校董同畢校長為我哋主持成全儀式。有請雷博士、黃副處長、蔡校董同畢校長上台。陪同嘅仲有4位學生代表：6年級6A 盧晴欣、6B 黃仲林、5年級5A 翟貝文、5A 韋子俊。請準備好平板電腦。開始儀式前，先影一張合照。簡單而隆重嘅成全儀式即將開始，一陣各位只需要輕輕觸碰熒幕，儀式就會啟動。各位同學、各位家長，你哋準備好未啊？儀式即將開始。3, 2, 1台上各位留步，合照1張。多謝雷博士、黃副處長、蔡校董及畢校長。請4位同學陪同嘉賓到台下就座。承先啟後，薪火相傳，保良精神，生生不息。
希望各位畢業生到中學繼續實踐保良精神，亦都期望5年級嘅同學能夠同6年級嘅同學一樣，繼續為我哋學校發光發亮。DJ15學生表演，接住落嚟將會由我哋中國舞隊嘅同學帶來舞蹈《歡騰嘅草》。